阿茲海默症係最常見嘅認知障礙症類型，患者會出現記憶衰退、語言障礙、情緒轉變等等嘅問題。喺香港，依家就有一種創新性嘅評估技術，可以喺症狀出現之前，提前評估出阿茲海默症嘅風險，準確率仲相當之高。歐陽博士，阿茲海默症嘅病理機制係點㗎？其實阿茲海默症係一種神經退行性嘅疾病啦，所以佢係從影響我哋大腦嘅神經系統開始嘅。咁包括話喺我哋大腦裡面會有一啲異常蛋白嘅積聚啦，即係我哋會叫做類澱粉蛋白嘅積聚啦。同時都會有tau蛋白嘅一啲異常嘅纏繞。咁呢啲咧病理機制咧，其實都會影響緊我哋大腦嘅神經細胞，令到我哋嘅神經細胞開始慢慢衰退啦、死亡啦。咁最終會導致我哋大腦嘅腦萎縮嘅。點解呢項技術可以協助到醫生去評估早期嘅阿茲海默症嘅？咁我哋其實呢個技術最主要係結合咗多蛋白嘅分析技術啦，同埋運用依家最新嘅人工智能 AI 嘅方法去做評估嘅，已經由第一代嘅21種蛋白優化至去到依家第2代啦。咁其實我哋運用人工智能方法就可以好好咁對比翻血液蛋白嘅水平，同埋呢個醫生嘅臨床睇到嘅數據嘅情況，即係包括話醫生嘅臨床診斷啦，仲有啲影像學嘅結果。咁運用人工智能 AI 嘅方法咧，唔單止可以幫我哋快速咁分析大量嘅數據，同時咧我哋都可以追蹤住唔同蛋白嘅變化模式，咁從而去減少呢個假陽性同埋假陰性嘅情況，最終可以好準確咁評估呢個大腦裏面異常蛋白積聚嘅情況。咁呢項技術嘅研發過程係點㗎？咁呢個技術其實係由本地一個科研性大學嘅一個神經科學團隊去發明嘅。咁喺30幾年前咧，佢哋就開始咗做呢個神經科研嘅研究啦。咁慢慢專注去做一個神經退行性疾病嘅研究。咁從10幾年前開始咧，佢哋就已經開始同醫院合作去做一個阿茲海默症血液蛋白分析嘅早期篩查。咁最終就開發咗依家呢個多蛋白嘅分析技術去評估早期嘅阿茲海默症。呢項技術除咗評估阿茲海默症之外，仲有冇其他功能㗎？係啦，咁我哋呢一項技術咧，一開始咧就會先做一個整體嘅評估，睇阿茲海默症呢個大腦裏面異常蛋白積聚嘅情況。同時，因為我哋做咗多蛋白嘅分析啦，咁其實呢啲蛋白咧係同我哋唔同嘅身體功能相關嘅，譬如話我哋嘅炎症功能啦、免疫功能啦，仲有我哋代謝功能啦等等。咁所以除咗話整體嘅一個評估之外，我哋都會做呢啲唔同身體功能嘅分析，令到呢個受試者可以更加全面咁樣理解自己大腦嘅一個健康狀態。